家庭是建构社会的基础。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长期推动多元家庭教育，带领民众终身学习。114年新生落我同齐行的系列讲座，甲着培育健康医术专业人才的中华医术科技大学来合办，邀请着跨界专家为民众带来知识的学习，甲着身心的成长。今天8月9号这一场，我们请职业律师来谈一下，在多元的社会之下，这样的一个不管你任何性别，我们如何不要去碰触到法律问题。他会透过很多的案例的分享，然后提醒民众如何能够保护自己。这样，那接着呢，8月16号就是我们要找一位检察官来谈一下，现在有很多人都什么被诈骗呐，然后哇一生的积蓄损失掉啊。那这个检察官要谈一下消费纠纷跟打诈防诈的面面观，那个案的一个探讨，我觉得对大家相当的实用哦。活动真的非常多元。那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是以培养医事健康护理这方面的人才为这样一个培育目标的一个学校，我相信我们来承办这样活动，带给大家这些这么好的知识，竭诚的欢迎台南市民，包括外县市的民众，如果你们有看到资讯，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讲座。原本头一场8月2号，因为碰到好大雨来延期。8月9号，第2场邀请到律师詹梦群来主讲性别甲的法律，分析多元社会性别平等在法律权益上会推动现况甲的案例的分享。今天演讲的核心，也就是针对几个实例案例的部分。那主要会分成3个领域哈。第一个是公法领域，公法领域大概就涉及，比如说宪法上面的领域。比如说宪法的时候，我不知道几年前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女生去要报考消防员，然后差1.1公分当不上消防员，然后去申请释宪。我会在这个部分去讲这个案例。那另外呢，还有再包括是第2个部分是所谓的民事法的部分。那民事法的部分可能就涉及一些民法的规定啊，或者说像是遗产的什么分配啊，是不是能够排除掉女生不能够继承遗产啊？这样的规定是合不合理的？这是我们在民事法部分会去谈的。除了第1场8月2号延到9月7号，另外伫个8、9月中甲月底还佫有4场，系列的讲座完全免费，并开放自由来入座，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用个踊跃到场来聆听。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